所有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讲到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Vance 拜三伫咧共和党全大会发表提名演说，除了批评现任总统拜登伤害美国利益，也搁再批评中国。若讲到这总统候选人川本人，按上伫咧拜四演说，目前伊伫咧7个摇摆州的支持度拢赢过拜登，而且 T 恤顶头有印川互庆祝的图片，是背甲谢谢叫。 正是用副手的身份，和前总统川普搭配参选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范斯，17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提名演讲。这打才要满40岁俄亥俄州少年议员，继续发表台讲永远未支持川普。演讲一开始就先讲川普好话，呼吁国家团结奋斗。And what did he call us to do for our country? To fight for America. Even in his most perilous moment, we were on his mind. 身为少见的前夕世代副总统候选人，范斯讲家己出身劳工阶级，伊在面对老母燕药啊，甲家庭的散车，伊想要透过家己的成长经历来表达伊知影美国选民的处境。 That same Joe Biden supported the disastrous invasion of Iraq. All across our country, jobs were sent overseas, and our children were sent to war. 不但任军舰向派去伊拉克的范斯，规场演讲展现川普美国优先的核心概念，嘛搁再就是批评中国。若准川普当选，范斯就是历史上上少年的副总统。虽然伊踏入政坛才2年，依然有希望和美国当前的老人政治真无共款的风格。另外，川普伫会场的舞台顶为着拜四演讲做彩排，进前又讲到这份广告要伫咧庆忌案发生了后调整内容。 目标是要让美国团结。规场演讲是这届大会上高调。顶礼拜川普放开枪了后，面顶抹火，手提拳头的画面，即马用规4月用伫竞选的宣传。除了伫网络顶头出现各种无同的图，嘛用摕去做暗杀的 T 恤大卖，在拢显示出川普超悬的人气。不过，根据国会宣布，虽然民调显示川普伫7个摇摆州支持度赢拜登。 不过对着参议员候选人，这个地图说更加支持民主党。公司新闻牛眼编译。